位伫南区盐埕这栋日式的建筑，原本是台盐、台南盐埕的常务所，后来经过修复，成为盐埕的高级景点。内面陈设的除了保有原日本的风格，加上过去的菜单，阁有中日文的对照。一直到后来，当着台南基本款协会推动台语菜单的计划，嘛，互无啥会晓讲台语的少年头家来加入。因为其实我不太会说台语，我没有在台语的环境下长大，那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那时候台南基本款来找我们，他就是帮我们改我们的菜单，把它分成台语文的版本。那其实贴在墙上之后，很多客人一走进来都会先看那份菜单，然后说，就开始想要念，说，原来这个咖啡是这样念，然后可能布丁是这样念，然后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会借由这样去跟客人了解说，他们会不会讲台语？可能有些程度其实跟我一样，就是很初学者。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说，不对，这个我们小时候念是什么？他就会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验，跟他们爸爸妈妈怎么用那些台语的词。所以也会发现说，其实不同的地区跟不同年纪，他们用台语的词汇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应该是需要好好保存下来跟好好传承的。这项的计划由了一群共理念的少年朋友所组成，透过台南基本款协会一项的好饮是基本下午茶台语菜单的推广计划，嘛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支持，希望将本土的语言落实在生活当中。因为觉得台南其实是一个台语使用比例很高的一个城市，然后也非常的有台湾意识，所以很希望可以在台南这边透过台语菜单这样的方式，然后跟生活来去做一个很活泼的连结，然后让大家可以对本土语言就是可以在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更多的使用，然后也可以一起来重视本土语言这样的议题。目前台南基本款协会透过季刊的发行，一方面推广本土的语言，另外嘛主动发掘台南在地的议题。亲像这期介绍的，就是台语、老厝、甲的咖啡，加上店家推出散步的地图，看得出年轻族群对着这块土地周边的爱护甲的重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